你还开眼镜嘞？关胶了啊！先给我卫生纸。来，我们摄影大哥来照一下，3个都哭了。你是关我屁事啊！对啊，你是老网友啊。我们这边看啊，因为我们看着 monitor， 然后我们就知道，哎，天哪，这是音乐剧吗？对，还粉红泡泡哦。欣阿姨，是你刚刚说音乐剧吗？因为你刚刚不是说音乐剧，没有走过来就变我华有听得很清楚哦。他说走过来就变华来，没关系，没关系，你们讲，反正我今天已经回了，好。老爷到你台，老爷共下来。乡亲朋友大家好啊，我阿福姑啊。来，知道大家好，你要蛮亏事你就必杀。在，臭闺女六闺女嘞，对嘛？我听嘛。六闺女了，黑啦，没黑啦。难后生啊，那个有有差，对吧？观众朋友，今日係講咗特別嘅把嘅主題啦，哈。今日不得了。哦呦，哇 ！Vito 今日嚟是節目重金禮品。我們兩個都沒薪水拿，對嗎？是。哦 ，Vito 搶到兩條，搶兩條大牌。今日嘅特別嘅話係大咖前輩。哦，你投錢啊？哦。個後生人來挑戰佢哋。哦，還有搶俺的客家嘅後生朋友，來挑戰，還有搶到大咖級的人物來到俺的節目當中。我在子成的大牌前面，燕聰嘅。哦，燕聰一條狗啊，得到您認可之後呢，張頭的同佢哋恐嚇嚟下衝。不知死活的年輕人們。哦，不知好歹，不知死活，不識抬舉這一些人，真的是什麼咖還可以跟着一些大咖？憑什麼？這些恐驚呢？你們搞清楚一下。哦。對，這個是我們俺家節目哈，20年以來，真的花錢投錢的一些，有搶到最大咖的這幾位，真的，這真的不得了，不得了。你有沒有覺得今天彭眼睛都張不開啊？好亮，我覺得這我們今天這些後輩真的不要在關公面前這個耍大刀，等一下就讓你們全部落敗。我跟你講。好了，來，俺們馬上就要進行了哈。哎呀，我們先一一公布一下，一 V 的公布。有搶到的大咖有哪幾位？對，哦，不夠大咖直接就要離開。我真的可以這樣嗎？啊，中不對吧？不是，請到的都是大咖。你可以啦，我不敢得罪。他們來到這裡就可以鎮住我們全場。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好來，歡迎 TV 哦，第一位大咖不得了。好 ，GAV 厲害嘅創作歌手，目前活躍於音樂、電視還有廣播界。哦，又是德國廣播金鐘最佳流行音樂節目嘅主持人獎。他也是被 DL 石峰先生極力推崇，不就是你嗎？哦，極力推崇的 EV 歌手，還是全球知名的漢語選秀節目《老爺大擂台》嘅金牌評審團之一。這真的是我們客家界的大咖啊，沒錯。哎呀，得過金鐘，歌又會唱，然後又有音樂才華，還在客家電視台的那個第1名的收視率節目裡面當評審。對，去年還出了一張非常好聽的專輯，叫《凝工》嘛，就是很可惜。遺珠之憾沒有進入，對，好大一株，沒有入圍。蒙一筆唔怕啦，賣得好就好嘞。他非常走心，對，而且羅哥，你那時候說要買500張，你還沒買，他更走心。你要不要安慰他一下？我客家人，先提出來好嗎？來，歡迎這一位金牌歌手齊澤斌。齊澤斌，羅哥好，齊澤，好大一株，你好。頭前講咱同啊董排先，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這邊欣賞好。其實係董永軒啊，本力量啥介紹出來，係講客家
台这是大咖，怎么了？哎呀，对啊，客家除了我之外就你了，怎么可能？客家大哥，客家一哥啊！没有，我客家小哥。真情。我跟你讲，我退休就是换你。没有，没有了，你怎么可能退休？咖喱芭蕾，你现在在唱芭蕾？没有，不会，我们一起往前走。我見邊係當粉因為看到係一家當戲粉的故事，係攏係空氣出來的故事。對，今天真的蓬蓽生輝啊！攏係去年發行專輯，真嘅。而家少講一陣，嗌嘅豐功偉業，所以全部只有啱你哦。對，人家都好漢不提當年勇，但是好漢一定要提當年勇，一定要講啊！人太多了，要不然你都不知道。就像為善不欲人知，重的一定為善要讓大家知。對，那一句冇講。有一個頭銜，除非羅大哥嗰陣時發現了我嘛，同班同學，你喺台灣應該講華語音樂嘅，T 嘅。台語二重唱，Hello 翻譯成 T 哦，這個沒有人超越了，真的真的沒有人超，真的沒有人。前無古人，後有好多來者。對，怎麼了？那個團體沒有起來，沒有有起來，有鳳好嗎？有正經都倆有鳳，那些時間你唱野狗，正經啦，有啦。我跟你說真的有，都倆還有懂音樂，哇！我就是聽同班同學的歌，我就是聽深深思念你長大啦。思念你有一些上寶貴的日子，真心相對難分難離，希望永遠袂閣再分開，予阮深深思念你，你是阮上好的知己，用心等待幸福春天，一生美麗開始。不好意思，我花錢的我都不會唱。怕了呀，長度過長了。對，演戲的台詞下出來。對，真的，那個時候真的是台語界的優客里，真的很棒，很棒。謝謝。那這位老師，李模燕今天就給他們後生人好看。沒問題。你通過就可以跟你合唱。好，好吧。不通過你就叫他回家。我很嚴格的。對，大家直接國父紀念館捷運站坐回家。好了，那謝謝。搶頭一下。好了，第二位來。也位真厲害咧啊！佢體重專輯咧就在第四屆金曲獎提名4項大獎，親民拿下最佳新人獎，一生人當中的拿100個獎哦！唔單唱係台灣鍍金哦，外國咩係鍍金歌手，有得過新加坡金曲獎最佳新人獎，美國 MTV 國際觀眾票選獎。廣東台音樂資深年度先鋒搖滾歌手，好口！香港新城亞洲歌手大獎等殊榮，獎項多到族繁不及備載。哇，這個是在那個鋪文才看得到，真的，鋪文才看得到，是用在我們這位金曲歌手身上，沒有違和感，真的，這寫不下。對，趕快來歡迎一下，歡迎 Shino 林小培。哎呦 ，Shino 你好，哎呦，金曲歌好，真的。又見面了哦，見面了。還有那種做油腔都很暗火啊，愛上我們客家了，對啊，不能是客家人的，對呀，我只不過是客家國語講得比客家話好，沒有關係啊，我們這樣親切。對啊，我們觀眾朋友看了會覺得很開心。對啊，看到很朋友，今天居然有不知死活年輕人要來挑戰我們這麼多族繁不及備載的歌手。對呀，是啊，你不知道是誰，就是真的，我也蠻期待。真的哈，你等下好好評，對。好，我一定會好好評比一下。而且哲偉哥在我旁邊，我不好好評的話，我也這也是對。他該不會剛剛說你們同年發行就是你嗎？不是吧？音軌他還有啥？沒有，就我們同年。啊，真的嗎？我們一起上，我們剛剛上了，我還講說上了很多一樣的通告。對，我要講句實在話，就同班同學那個時候啊，對，同一年，保養的，我們是同一年。哎呦，那真好，真，Shino 姐姐完全沒變。那T100見到佢就上到暗用咧。應該都上到暗用。係啊，一直以來，我才好高嘅時間嘛。
5年级的时候我就长这样。哦，真的哦。对，所以我小学就长这样，我们一样。对，所以我们冻龄嘛。对。老咧蛋了，老咧蛋了，老真。那样有都没做对了哦。那小培老师，等下就麻烦你了，是，好不好？报告是。好的，那请就不要客气了哈，休息一下。跟你同学先叙叙旧一下先瞅一下。好，来，好，来杀哈了这位大咖。哦，杀了正经大咖。是金曲歌后。宽爷歌手就敌他在演艺圈跟资历有给支撑。对。封号南台湾林志玲哎。林志玲您可以说吗？天师节目6等奖，6等奖我还真没听过。儿童极致歌唱比赛脱颖而出。哦，还有嘞。是得到第6届金曲奖最佳方言女演唱演奖啊，演唱的歌曲经典歌曲《奉偏太极小香》。那真的没听过他的歌哦，不要说你是台湾人，他还是蒂尔罗斯峰先生的前女友。好没啦，没有，我看错了，对不起。师妹里面最优秀、最正的学妹。优秀是优秀，正。俩基还是在正经当空下哦。据说罗哥20多年前如果没有遇到罗嫂，俩 V 就有可能黑人爱真命天女。我就没。这制作单位写的。我这不衰了，我。好，先来分享哦。俩 V 太牌啊！哎呦，辣妹驾到，张秀清，尖叫声！听讲拜五音乐真笑着，隔壁天话在笑笑。客人双击配备就是混高滚。香水假这么高跟鞋，快，饮酒莫客害，来，菜馆的我上海，酒若起蹦，就烧到乱走。1 2 3 go， 摇一，辣妹驾到，摇一，慢手爱镜头，瞧，我的舞步最好。旁边立正站好，摇一起来，辣妹驾到，摇一，今晚要来到吗？就你这款开销，不如赶快回家睡觉。再次，嘿，摇一，辣妹驾到，摇一，买手爱镜头，瞧。我的舞步最好，马卡旁边立正站好，摇一，辣妹驾到，摇一，今晚要黑到爆，就你这款卡小，不如赶快回家睡觉，尖叫声！再次，来红空班，来，等一下，重来，你走光了，我跟你说。顶来了。什么很光，没有很光。不是，前面已经笑成几片。你有岁数的人，50几岁了，你要害我们观众朋友转台哦没啦，这才是表演精神啊，不会。哇，有没有看到？哇，太屌了，真的太爽了。等一下，秀清姐跳到我衣服，我自己都解开了。真的吗？耳环都跳掉了。真的。为什么他会成功？没有，等一下，不用成功。刚刚那个肚子的，帮我用马赛克。没问题。我已经解2次，不要再加第3次了。你要特别放大，对。我们节目风格你怎么永远都没改啊？你不要这样啦，我难得第一次来上你的节目，对不对？你会呛的都很难的，嘿啊！秀清姐这么拼，我跟你讲。
我是等到你们的节目红了我才来。哦，真的哦，我还好有等到这一天。这个节目早就红了，在客家界是一直屹立不摇。我知道啦，对，啊，是因为你们就很现实，对啊，就等不是我红了你们才来。对不然啊，要等什么时候？现实鬼，蹭你啊！我觉得当然要蹭你啊。对啊，如果我现在声量不够的话，邀请他们那就再看看嘛。对啊，等一下不会了。You look I， 我是这种人吗？是。你们不要这样深情款款讲。陈英姐，你就是，我很乐意像陈姐。两位的默契真的很好啊，陈姐很会唱歌，真的有赞，对吧？对。可是你像追名林群哦，对不对？大家都这么说。昨天我们乐团好开心哦。昨天我们乐团说，明天追名林琴要来。我说什么？追名林琴要来？他说对啊，来金姐。我怕观众不知道，来知道，帮我们贴一张追名林琴，好了，来，拍谁？啊，你不要，你有没有想过追名林琴的感受？他一定很开心啊。跟我们台语界天后对，南台湾林志玲呢。我跟你讲，有一次一样这个棚。好了，等一下，我跟你讲，先不要聊那么多，好不好？干嘛？我们开另外一个专栏给你聊，这样不是只有我们3个吗？没有，还有第4个。你有重要任务啊？是对啊，我们有请到我们客家界的一些很不错的一些歌手。有才华的歌手要来挑战你，要跟你合唱。他不过关你就给他难看。你要评选一下，看他可不可以过关，过关就可以跟你一起合唱。对啊，对啊，我要看他们长得帅不帅。哦，这也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重点。因为长得舒不舒服？舒服，然后因为舒服才可以。不是只有歌声而已，那个视觉唱起来也要舒服，也很重要。那罗哥现在可以跟你合唱吗？要不然罗哥现在可以跟你合唱吗？他让你舒服吗？以前很舒服，现在不行。你回去啦，回去做好了。等下我还没讲完，讲完这个就回去。好了，你不觉得我们2个很有夫妻脸吗？你跟我比较夫妻脸吗？因为罗妈妈去菜市场，然后跟阿斯林跟罗时丰说，那个跟你那个阿斯林的那个师妹啊，他们有夫妻脸呢，他们要什么时候要结婚呐？讲完了，大家不要讲这个事情的。邱金钱可爱，没有人有共鸣啊。有啊，大家有共鸣，好不好笑？好不好笑？笑声来一下。让我们欢迎罗妈妈。没有，让我们欢迎罗嫂，好不好？你看我的耳环一直掉。哎呀。哎呦还有一位不止3位哦，我们请到4位哦。我的字卡只有3张。镀金大咖哦，哇，这也是客家界重量级的天后级人物，是真的重量级。你自己介绍好不好？客家界的碧昂斯，哇，碧昂斯来，碧昂斯我就回来了。他还没介绍到你，因为介绍你要有音效，对不对 ？OK。好来，我不想听那个音效。每一次出场，他一定有一个必备的音效。来，小康老师来。欢迎我们客家的大象歌后吉拉。谁大象歌？好了啦，有叫你一次把6组弄完吗？奇怪，你省着用好不好？我们客家节目对。对，今天就4位啦。就我们4位了。谢谢。那这样就完毕了。我们就领钱啊。后生我觉得不用听了啊。对，没有，这是前面的引言、介绍、访问，对不对？对啊，前戏。OK， 对。我们今天这前戏。好了，前戏不要再延续了。搞得蛮长的，对啊。因为秀清姐，你们2个。就是夫妻脸重新相逢。我跟你讲，这只是冰山一角哦，我们2个故事哦。哎呦，真的冰山一角。那其他冰山其他部分，等一下再讲。好了，今天已经没有唱到 CV 黑上的狗数踢馆有边馆，你看。真的是不知死活不知好歹，那4位金曲歌王歌后的样子。对啊，拜托一下。要来挑战了，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干嘛？他们是真的不罗哥，你冒冷汗了是不是？你没有讲到他们是哪来的自信？看到他我就冷汗了。我们制作单位很喜欢做这种。好了，还有朋友已经幕后准备好了，抢 TV 了，抢下一下来 ，TV 挑战战。今本日会挑战个了。
哦，天气啊，无事情哦，你不卡休息就好了啦。哎呦，哎呦，今日我要帮你见识一下，马该冲过，马该，讲马该，马会挑战个就系，你本来正去好好教人家芭比娃娃啦，徐州的阿伯。了解你的天同地偏，基本你的思念无停。你叫就算了，你还开眼叫嘞？先给我卫生纸。来，我们摄影大哥来照一下，3个都哭了。你关我屁事啊！对呀，你是老网友了。你本来正去好好教人家芭比娃娃啦，徐州的阿伯。哎呦，挑战起照片哦！他挑战你耶！这恐龙偶像，这真的是不知好歹啊！他是 YT 界的第2把交椅先翻养，哎，恐龙偶像出场！哎，来！你居然是第2把交椅！来，你好。对，赵飞行。哲伟老师认识他嘛？认识。两位认识吗？是认识吗？迪吗 ？I'm D。迪啊！我们现在小孩学坏都是因为他。我跟你讲，他现在是小孩界的儿童界的小孩界的天王。对，儿童界的罗时丰。不务正业是第1名嘛 ，YT 第1把交椅，恐龙偶像的频道是第2。但觉得他好帅哦，他是我的菜哦，真的，我喜欢单眼皮的。还是你要挑战秀清姐？你说什么？你说他也是你的菜，是我的菜。那你把虚诺放在哪里？刚刚不是我，真的哈，我先去后面休息啊，到我的时候再叫我。好，你要赶我走了。那个秀清姐，我们等下帮你留赖好不好？对，我们等下帮你把门口关起来，你们先好好聊聊。可以直接讲他们家住址吗？可以，没问题。你不会用赖是不是？我不啰嗦的。先坐下。OK。那今天重点是他要挑战你的照片欣赏的狗猛冲。哪一条狗？哲伟老师的歌不容易耶，他的歌都是他也是歌唱界的这个翘楚我才刚唱完这一位大师的，对，我在北流演出的时候，我唱了他的《寻》。有多难唱？真的哈，因为他敢挑战，这表示他是怎样？我大概9羞耻。还好我知羞耻，对我好紧张。你没事是吧？他没事，他什么都很有自信，也挺有自信。但是说是一回事，听是一回事。也是。那条狗抢摸赢他，抢告赢他。应该充满一个。永燕。好，永燕。大字报写在前面，你还看不到。好，关了。这假硬的天，黑暗最每一摆跟你见面，你小小的去伫门前，肯定爱一行一言，不过爱离开你几多年，的你的心和黑暗强骗，看到你的总遥遥见面。层层的云，孤暗多年，失报水就不攀谈，到尾爱总因色彩无欺骗。虽然爱离开无卡安多年，你比爱的心含恨你去强骗。了解你的天同地偏，基本你的思念。无爱凭伊孤言孤切，伤伊的安不透，受苦伊的伤骗。了解你的天同地偏，不是在讲梦似恋恋，爱会散漫过每一年，但爱你重逢见面的时间，爱定爱了生命。好来，
嘅遠，孤安多年，是否所求唔盼掉，到尾愛總因色彩無欺騙，雖然愛離開無卡安多年，你比愛嘅心還願意去強姦。 想你嘅安撫條，想可你嘅相片，了解嘅你的天堂嘅片，不是在過目自戀，愛會散漫過每年，便會重逢天邊嘅世界。愛定原了生意，一定會好好來。 記得你雌雄嘅容面。多年啊！你叫就算了，你還開眼叫嘞？先給我衛生紙，衛生紙啊！幹嘛啦？衛生紙，你幹嘛哭？衛生紙，哭你就過關了，好不好？三個都哭了，他完全不敢抱我。來，我們隊長給你照一下，三個都哭了。你關我屁事啊！對啊，你是老朋友啊！我講了53萬，哎，你不要被講了，沒有，他唱得太感人了啦。然後你兩條狗會本身嘅故事，他本身的故事。對呀，然後你又講那個故事，我整個他剛問我說，哎，這首歌，然後他問說是他奶奶的故事，寫給他奶奶一首歌，然後我說他曾經奶奶有送他那個肉粽，然後冰在冰箱3年。 捨不得吃。莫講，不要講了，太清楚了。不是，我剛剛是聽說奶奶冰在冰箱3年，我才哭的，我才哭的啊！吃肉粽哦，那還好。好了，你回家你。先到舞台中央來了，先到舞台中央來。 大家冷靜一下，冷靜一下哦。是的，阿媽冰在冰箱3年，是肉粽，不是奶奶哦。今天的錄影是也是採訪，兩條狗誒吼，大伯講兩個故事吼，我吃都情感通啊。哎毛，哦，其實你今天這首歌真的詮釋很好。你真的唱真的好哎。哎，真的呢。真好哎。對啊，他好走心哦。對啊，因為他以前唱歌真的都非常不穩，來比賽來參加比賽的時候非常不穩。其實廖叔哥他以前比賽就唱過，以前比賽就唱歌，他以前就是沒有像今天這樣，他很震驚，之後他感情也100分，然後他的整個的技巧都用得非常非常好。感情咩？對，你是有。 奶奶上身，還是你今天要跟偶像致敬，是不是？奶奶還很健在哈，對對，沒說我啊，對對對對對。那你奶奶冰在冰箱3年，他奶奶隨身跟着他啦，是我嗎？真家產哦，他冰在冰箱。我也是因為聽了這位哥講。 說對，然後因為我參加那個母語比賽的時候，教我母語的那個就是哈嘎發給我羅姐，對，她就是上個禮拜走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哇，就是特別有感觸。就他一講，然後一聽到，然後就整個就打。對，然後他又給我唱成這樣，啊，實在。 但是其實，這就是搞催淚的第一段吧，是不是？哎，那也要唱得好才會催淚。第一段就這樣哎，對啊，你們後面很難搞了，而且我如果只有聽的話，還覺得有一些我不懂的，我就而且我唱過這位老師的歌，我知道他歌不好唱，是，所以我還特別看了一下歌詞，結果不看還好，一看就。 對對對，看了歌詞那種真情流露的那種。我另外一個哭的原因是因為剛在一半的時候，修賢也轉過來說：“
这歌你写的哦，嘿怎么那么好听啊？嘿我觉得我有被肯定到，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都肯定你。对啊，我看你可不可以学唱他的寻啊？请哦，有那么难唱？下一次，对，下一次，把它全部用完啊，对不对？哎，我们先让他唱吗？我们先让他这位唱，可是挑战的后生来讲一下。对对对，你今天挑战的心情。分享一下你的偶像。对啊，你对于你的哲伟哥，为什么要挑战他呢？因为刚比赛个时间啦，就有老私下哲伟哥有老分享歌唱的技巧啊，还有舞台前后该准备啊，有嘛该老师都不藏私，都会跟你讲。对，他们都会分享。对啊，你只要愿意问。哎呀，所以根本就有按钮该成就啊，黑矮自己的，黑矮自己得来。是把标一雷啦，他说是他说啦，没有，这你的风格 OK， 对他的干话了，他喜欢用反话来赞美，表达他的感谢。如果当初真的没有老师这样子谆谆教诲的话，哪有今天的你？猛冲，对啊，对不对？哦，是不是？哪有你今天 YT 第2把交椅这种身份？是不是？是啊，哇，现在抖音天王哎，开玩笑。哦，鼓手冲点嘿，做的挑战筒在被欣赏，看他冲狗嘛。同台起来讲一下，我们5个人都有牌子哦。来，红色代表过关，蓝色就是加出去，好不好？就叫他回家，好不好？我们数到3哦，一起 Q 好不好？对，3、2、1，开牌。哇！全体通过，全红，因为今年抽的好嘞哦。谢谢。鼓手，你可以跟你的偶像黑毛哈，也在比新行上用他合唱，要唱哪一首歌曲？你既然是他粉丝，应该很熟。没黑哲伟老师的歌啦。在比新上的狗味哦。深深思念你，轻轻思念你。就我们刚前面有带到那一首歌，让我回味一下。我会盯着你哦，你好好唱，我跟你说。来，唱这一首《深深思念你》的。快啦！尾房的火车已经开，我台边的形影双双对对，幽怨汪汪等待你，看无心爱来相思。落雨的暗暝愈想你，车灯边的景色小无相随，一架爱情的行李，装满满满的伤心。将爱你当作是一生上重要的代志。阮心内只有你，想要对你讲出永远我爱你。予阮深深思念你，用一生上宝贵的日子，真正相对咱困难你。希望永远要搁再分开，予阮深深思念你，你是阮上好的知己，真等待幸福春天，一生美丽开始。真的好好听，真的吗？看他唱啊！来，那他很聪慧来给我字哎。尾房的火车已经开，我台边的形影双双对对，永远戆戆等待你，看无心爱来相思。落雨的暗暝愈想你，车灯边的景色小无相随，一架爱情的行李，装满满满的伤心。将爱你当作是一生上重要的代志，阮心内只有你，
想要对你讲出永远我爱你，予阮深深思念你，用一生上宝贵的日子，真正相对咱分咱离，希望永远袂搁再分开。予阮深深思念你，你是阮上好的知己，用心等待幸福春天，一生美丽开始。予阮深深思念你，用一生上宝贵的日子，真正相对咱分咱离，希望永远袂搁再分开。予阮深深思念你，你是阮上好的知己，用心等待幸福春天，一生美丽开始。用心等待幸福春天，一生美丽开始。怎么哭人的罗哥？太奢侈了，恐龙偶像，你为什么哭？你太奢侈了。是为什么？一次哇！是2个神拜陪你一起。对啊，是怎么了？这简直就是台语版的与你分享的快装到乐。5楼，等一下要被装法师打。今天是什么？今天是母亲节吗？为什么大家都在哭啊？应该是因为我吧。这是一个偶像见面会，跟可以念啊，真的好感动。啊，穷这样啊，共实在，我说真的，我小时候就听哲伟哥冲狗都俩好，这是真的。你小时候我也是啊，对，也是听我，因为他就是烦嘛，那张专辑我也有买。鼓手就是哲伟哥穷给第一种专辑，同班同学都24年以后，人工他还发行了专辑。那私才发影片，俺被周影工，我也是做音乐的人嘛，所以如果隔了24年，我有想过我还会发专辑吗？你会这件事情，我认为你会，我等你。如果状态好的话是可以发了，对，像我状态不好就不行发。你现在又不靠，你是综艺咖了，你现在，我还是歌手好不好？本业哈。哎呦，真歌手只有情感通啊，那个歌真的好感动，我才感动好吧？我哭除了因为觉得这么多年大家还记得这个歌，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觉得廖树高 Q 太卡英雄懂层之外，我每次唱我就会很谢谢罗哥。就会回来很多画面跟记忆，对不对？因为那时候真的好，因为罗哥带我进演艺圈，然后他很辛苦哦，我们新人上不了电视，他就跟着我们一起玩游戏啊，做什么事。然后我每次唱这首歌，我就是想到那个时候，罗哥真的是一个很好，我很谢谢罗哥。我还最记得我还特别去租界的大安森林公园，对，我们开演唱会。办了一个他们的一个小新歌演唱会，算大型演唱会，大型哦，因为1-2千人哦，很多满的，对啊，满的，很满，就满满。对啊，就是我就觉得没事，不会，根本对不起呀。对这一张专辑，不会，是有得到罗哥，的回响。你是哲伟哥的千里马，那个伯乐啦，讲错。哦，你让我张目称舌啊！张目错了呀，张听见啊！哦，我真的不能说错话，在这节目，罗哥说错话都没事。这个节目的情绪我一直被上标，很讨厌哎。冲进来今天这个后辈，这节目好像洗三温暖一样。对，上下的，没办法啦，我们就是这样。黑某哦，不过恐龙偶像，我觉得他很棒，他很棒哎，因为我觉得他跟哲伟哥合唱这首歌曲，有让我当时候听到同班同学那种感，而且没有违和感哦。真的，你把这首歌诠释的很好哎，谢谢小兔哎，对，不一样的感觉啦。因为我有点意外，他现在那个年轻人唱这个歌，可能真的编曲还是很新，然后他用他的方式诠释，然后我再跟着他。刚彩排的时候，他有吓到说：“这歌我还可以吗？”那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你们2个一起来唱这个歌。用版把它做成单曲。哎呦，好像可以，可以吗？这首歌可以吗？好像可以，因为版权还是我的嘛。对啊，因为版权还是罗哥的，版权还是罗哥的。哦，版权是罗哥的，还是罗哥，还在罗哥身上。对，罗哥的艺人呢？对。
对，罗哥啊，这要不要？我说的哈，可以吗？无偿吗？无偿吗？无偿啊，还有钱呢。有啊，看怎么分润啊？没有了哦。就是我觉得这个好的东西，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再让更多更广的人可以听到。哲伟哥，这首歌今天你要给恐龙哦。打几分？我真的，因为从我看他比赛一开始，他可能为了插科打诨，做一些很有趣的。他现在也还是啊。对，但是我觉得他有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除了插科打诨之外，他还可以把歌唱那么好。不管他自己改单 Q 没当后堂啊，周某法爷给不给唱？以我以前的标准，我可能不会这么的给他高分。可是给本应啊，昨天本98分，98分了，轻狗分了嘞。因为我是闹热很严格的评审嘛，对，其实我觉得他一路看他这样下来也很多年了，我觉得他进步懂，真嘅懂，因為懂少年咁聰愛狗，經典的狗哎，申夢怡，你挑戰成功了，又跟偶像合唱，好棒！哇，真的太開心，這個畫面也很難得，好不好？謝謝。好了，那這一組就過關咯，謝謝，沒問題啦。耶，那你們兩位就休息一下啊，下去擦擦淚補個妝。下一位了，下一位哪一位敢挑戰的，好不好？那兩位請回座休息。謝謝。後面有一位不知死活的要來嗆蝦了哦，歡迎韓奕 V。我這時節睇天師前面看你哦，覺得你真的很漂亮，而且好瘦哦。啊，你剛剛歌中泡過福馬林中庸呢，所以我今天要挑戰的是貓鼻頭鍾欣凌、張秀清。哎呦，唔敢介紹佢出來。好了，那這一組就。過關咯，謝謝，沒問題啦。耶，那你們兩位就休息一下啊，下去擦擦淚補個妝。下一位了，下一位哪一位敢挑戰的，好不好？那兩位請回座休息。謝謝，好。哎呦，我的媽呀！真是挺感動呢。是。羅哥應該也很感動吧？黑毛哦。啊，這個我回去再慢慢的好好哭一下。你趕快把版權找出來。我花了很多。沒有啦，開玩笑。但是發掘了歌唱新星嘛，黑毛。好，沙好了，充電了嘞。下一位候選人侯尚穎來嗆蝦一下嘍。來。嗨，那今夜要挑戰的這位前輩呢，從細就喺唐吉嘅歌台嘅。哎呦，這個時節感覺佢係姐姐，啊唔過呢下應該我喊你一聲阿姨咯。哎，沒禮貌，馬上得罪哦。阿姨，你要叫阿嬤啦，嘿。這邊沒有阿姨哦，你可能進錯棚了。哎，唐吉嘅歌我會感覺。煩啊，不能呼吸，煩啊，沒有力氣。哇，哦，所以他指的就是我是阿姨，是，而且我要說句實在話，煩還是小培姐唱好聽。等一下，現在又不是就是他要出來嗎？還是我先走了？我從來不知道，你先讓他出來一下。我從來不知道我有權利當阿姨。還是你要站在門口，等着他迎接他出來。該站了，你說嘛，阿姨。我直接就拿釘槍把那個布都釘起來，不要讓他出來，是不是？哦，來，至少看看他長什麼樣子吧，是不是？來，看這一位。哦，歡迎金曲歌手王奕宏。雨涵啊，咩客家新生態，比手在阿苗喂。可以了，他叫你阿姨剛好，人家對，看起來像16歲，我懂你意思了。人家現在才20出頭歲而已。我懂他意思。雨涵，以後哈製作單位給你的詞不用照念，好不好？你很容易得罪人。你看，都是他們。而且他的顏值也太好了吧？哦，是啊，很好啊。我們客家歌手顏值都很好，是不是？他的音樂才華也更好。對，他已經2次入圍金曲獎，比什麼厲害？是很厲害。他的那個創作也都很厲害，也很棒。還有上引擎戲服呢，他有他自己的這個創作的這個路線不一樣，很厲害，是不是？對，顏值又好。這樣介紹還可以嗎？可以，謝謝。他聽到顏值好，其他不重要。沒有。你剛稱他為阿姨，那你自己內心裡面你覺得？我先 OK 了，我覺得 OK 了。我覺得還是姐姐啊，還是姐姐是吧？但是你今天還是有任務。你就叫西諾阿姨沒關係，我 OK。
哎，我觉得小培姐感觉有点皮笑肉不笑。对嘛，还咬牙对啊，你有点咬牙切齿。没关系，我们没关系，就称呼她小培阿姨哈。小培阿姨，好了，既然她自己 Q 自己小培阿姨，对不对？那你今天要唱小培阿姨什么歌？我觉得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对，这首歌该不是心动？心动，对。哇，你很敢哎！我的妈！哎，你很敢哦，你很敢呢。这首歌我是听到一个大陆一个男生真的哦，男生唱的这首歌也是让我起鸡皮疙瘩。原唱你觉得还好是不是？原唱是没有，原唱也是很棒。那时候这首歌宽盖铺天样，他打 P 给条狗 Q 主题 Q。对，我一边看金城武一边哭啊，更有情境，你知道没？你是真的小的时候就有听过这个歌吗？真的，这首歌多小的时候？大概也7岁，没有，可能1年前那种小，1年前左右，1年前，因为这首歌传唱到现在啊，一直喊青斗你。没有，他意思是说他出生的时候，他还这首歌啊，没有啦，没有，他是说去年呢。好啦，他现在已经很害怕了。哎，这首歌是千万不要害怕，世界名曲哦。哎，所有华人都底下一条狗哦，你要好好的把这首歌唱好。演冲在面前哦，好不好？心动，看能不能唱到让大家心动。哎，让大家给你举红圈圈。好，分享一会儿，待会心动。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做地來重新能夠有機會投擺嘅回憶，快將來行下去，很會為思念你，愛很愛你，咁啲已咁係很嚴密。从别人给我听。
一些那个转音，好像 R&B 的那种感觉。R&B， 想说加一点自己的唱腔。对啊。某 Q 的风格可以吗？小裴阿姨？对，可以吗？开什么玩笑？小裴阿姨现在觉得，哎，小裴阿姨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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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 客语版也很好听客语版。我觉得啊，瞬间他在最后这一段对，因为他都是客语创作，唱客语歌，所以其实他的共鸣，在客语里面是更游刃有余的那一种，不会因为华语变成一种框架在他身上，有他自己母语的语感。对，然后我还马上请教了我们哲伟老师，是，然后就是哦。就是这样，你看龙潭音啊，有，我的小童胎鼻筒出来，胎鼻筒有一个怪的金今天没有来啊，所以很严重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擅长的演唱的方式有融入在这个歌里面，对，然后就是完全。马上一个完全走他的 style 这样，对，所以我认为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可以整首都唱客语哦，也可以，有客语版对哈，没有啦，还是要分啦，先让大家听那个原版的 original 的东西，然后我就听他有一个对比出来，我跟说对感情，因为其实他前面的。唱有多久没见你，就马上就听出他的痛，而且他的厚度啊什么的很清楚。他打音译后堂，他第一气氛哈，那个气音的表现也是。然后一转客语，觉得哇，这首歌其实客语版你很好，更加升华。那个版权不是我的，现在突然觉得很沮丧，就赋予不同的一个生命。对，真的好听后堂。哎，前辈给你这样的讲评，但是你今天准备这个歌，你的心情怎么样？我其实都在发抖，彩排的时候也在发抖。真的吗？然后他们就说你是太冷嘛，我说没有，我是太紧张。这里也真的很冷，没错。紧不紧的小朋友啊，年轻朋友他们都很紧张，因为歌王歌后都在那里啊。真的。而且我们前辈他都不会紧张哎。他很稳，他很稳健。对，其实他根本就看不出来啊，厉害的是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只是发现，只是稍微发现呢，他的那个脚有点抖。他穿这么黑，跟地板融为一体，你还看得出他在抖。没有，但是说真的，我刚刚跟牛哥说，我一听到他一开口。我就说哇，这个新人不得了，以后不得了，真的，又漂亮又有才华，真的，然后身高又够高，对，然后气质又好，对，然后又有自己的风格，他秀清洁一点点，真的觉得这是没讲啊，因为他还不会翻跟斗，对，你可以学一下翻跟斗，好不好？你就说我翻跟斗而已啦，哎，翻跟斗很男人会的，我就不行啊，对不对？不要。我只能露腿露奶而已。最近才地震过了，真的哦，好不容易平复了，是不是？不要地龙再翻身了。而且我觉得，雨涵真的好棒哦，好棒哦。对，我觉得在客语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声线，还是你要找我合唱？哦，可以吗？因为我比较低频哦。对，哎，我们录影会存档，你不要说而已哦。我没有随便。小裴阿姨创作新专辑的时候，他会邀请你，你是 OK 的。我当然 OK 啊，真的哈，而且我顺便就是我公司也在这，帮我录一下这一段，很棒，就丢到我们的群组 ，OK 啊。然后你要写哦，因为你要写，你要写歌哦，对，没问题。然后我会跟你报告我的 range 大概就是那样。OK， 那我们就用手上的牌来决定他可不可以跟小裴阿姨合唱。好，来，过关好不好？1、2、3，抢卡牌。全数过关了，你可以跟小裴姐合唱了啊！那你要合唱小裴阿姨唱什么歌？哪一首歌？手太小，手太小。Good job！ 哇，那就握不住了。手太小，哎，这是我的创作，请多指教。
我最明了，从不在乎状况越来越糟。但那算日记的表，谁会不要？难道就收买你离开我怀抱？我陷得太深，失去了分寸，你良心几分？这样的残忍，像载满了谎言的火车，碾过我不落的灵魂。我知道我的手太小，梦做的太多碰不了，明知得不到，却又放不掉，自由被爱紧紧的套牢。我知道我的手太小，太远的你我抓不着，不愿服输，却在你身后跌倒。我的付出，你永远看不到。撑后堂，撑后堂。都走。你有什么不好？我最明了，从不在乎状况越来越糟。他能送过期的表，谁会不要？难道就收买你离开我怀抱？我陷得太深，失去了分寸，你良心几分？这样的残忍，像载满了谎言的火车，碾过我魔鬼的灵魂。我知道我的手太小，梦做的太多碰不了，明知得不到，却又放不掉，自由被爱紧紧的套牢。我知道我的手太小，太远离我抓不着，不愿服输，却在你身后跌倒。我的付出，你永远看不到。好期待哦！我知道我的手太小，梦做的太多碰不了，明知得不到，却又放不掉，自由被爱紧紧的套牢。我知道我的手太小，太远的你我抓不着，不愿服输，却在你身后跌倒。我的付出，永远不明阿姨马上年轻15岁，哇，不会不会，一直很年轻。哇，好棒的享受，超开心的。没有听到原唱的现场，手太小。哎呀，哎，一环还会哈音呢。对啊，他和音很厉对啊害。合音合的，他和声好好听。对啊对啊，好开心哦哇你也是这种老大不小了，也是哇，什么老大不小？好好聊天啊，真的真的，来不会聊天呐？因为我刚听到口味讲诶，小刚老师，你懂吗？他说有点老大不小了，嘿，我不是老大不小。对啊。喂，因为
你的手很大。干嘛要讲这个一定要剪掉的东西？哎呦哦，哎，来，今天跟偶像合唱什么感觉？马开讲我真的很紧张，我的手现在还在抖。你小小的手流汗吗？真的哦，真的，你摸。哦，很重吗？对啊，你还流手汗呢。对，我会流手汗。我可以摸一下吗？不行哦，你不要迷住我。你刚刚上厕所没洗手，不能乱摸。虽然是这样的歌，但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乐团有改编过，所以刚刚那个是 live 版，是，所以更加的 upbeat 一点，所以跟他唱起来就觉得，哎，这个就是韩州的疼，他还可以跟到哎，对不对？就是合音的部分，妈东西都韩州的疼到，而且一粒灰。而且最厉害的是，我们有一个镜头应该是一起的吧？哎，对，手太小这个动作有这个默契，没有排就有这个默契了，是吗？谢谢。哎，你这样非要帮小培姐写歌不可了。是我的荣幸啊！期待你们的合作。对，希望两个可以一起圆梦，好不好？谢谢。来，是谁？沈梦亮斌，沈梦亮斌。谢谢两位啊，谢谢安志，真的好开心哦！哇，这真的圆梦了。好，来回座休息，谢谢两位，谢谢安志，安志。哎，我突然觉得我们节目好高级哦。做的油腔都按优秀的歌手，对吗？少了俩 EV。那干脆我们以后节目歌唱比赛，干脆以后罗哥都不要领钱，我们就请这些来宾来。歌唱比赛，啊，不是这个意思吗？没啦，你观众朋友还要看歌唱比赛，比赛有个较劲的感觉。有赏识，本来就精彩，请你会歌手的表演。有安尼观众朋友，哎，我刚才哦，安尼客家天师队在做的油腔都要都歌手类都安尼节目，对吗？哦，然后后面有一位不支持我的要来呛虾了哦，欢迎韩艺 V 来要来呛虾一下了啊！套一句本节目大哥罗哥的话哈，人家说哈，人就是要职业道德啦。虽然这一位阿舅妈哈是我阿爸跟我阿公那个年代的玉女偶像啊，他们讲哈，我这时节在天师前面看你哦，觉得你真的很漂亮，而且好瘦哦。啊，刚刚歌唱泡过福马林琼庸呢。哇塞！现在哈都要闭着眼睛听歌哈，才是觉得一个享受啦。哇！所以我今天要挑战的是猫鼻头钟欣凌、张秀清阿姨。哇！哎呦，我们刚介绍你出来，等一下不是你拉出来，什么是钟欣凌？一次得罪两个哦，是林志玲吧？还得罪钟欣凌哦，讲错了。什么叫钟欣凌？哎，我强烈认为他最好不要出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然我不敢介绍你。他是南台湾的谁？好好说。欧巴桑。他是南台湾的林志玲。哦，来，年度总冠军歌手彭思琪。好了，欢迎，来。哎呦，你不这样出来，我真的不敢介绍你出来。哦，今天很帅啊，为了要见偶像，嘿没？没不讲，你是不是嘴软？嘴软那些话是不是有制作单位讲？听臭黑啊！嘿，都是他们设计的哦，不是我的争议，不是我的争议。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因为他讲的很真诚。真的吗？他做人就是很真诚的样子。是哈。对啊，有些人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对，他就是这种型。那你就接受吧，好不好？那也没人了。比如讲南台湾林志玲啊，后来有补充。没有，他是说他是说猫鼻头，他是说猫鼻头钟欣凌。猫鼻头是我家，我的故乡叫猫鼻头，我有个外号叫做猫鼻头之花。哇！猫鼻头那边全部都老人家，知道吗？因为年轻人都上台北了，哦，所以秀清姐是唯一一朵花，对不对？她唯一留在那里，而且已经那也是花啊，我们猫鼻头就是花啊，快凋谢了。哎呀，我也是板桥之花啊，怎么了吗？好，来，你今天要挑战什么歌？我今天要挑战秀清姐的《看你大哭我心唔甘》。你还来心了？等一下，我本来，你刚刚讲说我是钟欣凌的时候，我本来是要原谅你，但是我觉得你刚刚再给我讲一次，你再说一次，你够一百。我要挑战的是张秀清老师的《放射力我心唔甘》。我感觉。黑的歌名，看你大哭我心唔甘，哎，这个还不错，哎，可以把它写。写一首。可是这个歌名
你一下攻击很多人。哎呦，对不起，年轻人，我每次讲到这个话题，我敏感。哎，真的啊。对，你要习惯就好了。我不会习惯这种事情，习惯就好了。我永远要为胖子发声，好不好？好了，来，唐宽啊。我们这边看啊，因为我们看着 monitor， 然后我们就知道，哎，天哪，这是音乐剧吗？对，还粉红泡泡哦。欣阿姨，是你刚刚说音乐剧吗？因为你刚刚不是说音乐剧，没有走过来就变我有听得很清楚哦。他走过来就变过来，没关系，没关系，你们讲，反正我今天已经回了。相识一直到相爱，想无的滋味是无人知，想要离开无情的所在，也是搁再回头。想
的心意给我，爱念如烟凉洒，孤枕单披心难行，放散你我心不甘。心唔甘，麦克小孩啊！都是罗哥教坏我的。他刚跟我说出来，罗哥那句唱也是合理吗？对啊。啊。看你大口我心，创作人会忍不住嘛？好有感情哦！哎呀，气有感情，真的，你今天特别秀清姐赞美你耶！哎呀，秀清姐赞美你长得帅，她没有说你唱得好，好吗？没有，我刚刚听完之后，我觉得他真的。帅，然后又唱得好哦，真的哦，而且你知道他把这首歌唱得好内敛哦，对，很洒狗血。我唱的时候很洒狗血，但是呢，他就是要跟我颠覆，这样他才能赢我。就是呢，他有心机重的地方，真的，因为他如果也要跟我比 power， 不可能，不了啊，对啊，那10条我唱这首的时候，我说爱你爱个不。这是叶爱玲吗？哦，你这样好油哦！很柔吗？早就已经很油了，你还说我油？这很油哎！不是啊，罗哥，其实罗哥你好意思说人家油？那个油也是我们客家的特色。对啊，吃的啦，有没有？好。你的杯嘴没有比较好吧？哎，很厉害，真的，我佩服了。可以哈，内敛。那你觉得他会过关吗？当然啦，你要让他先讲一下他的心情。哦，他在偶像其实是秀清姐为偶像。其实他接到这个通告以后啊，他已经是焦虑，已经很紧张了。上个月应该就接都要他通过了哈。黑吗？双当年。哎，又看到他的脚本，你是不是想你死定了？以后不用问。我想说，应该知道他想要毁灭我，就是再也不会让我上这节。现在让你上诉一下，好不好？秀清姐在你心目中是，我要真情告白，真心对。因为秀清姐真的在我心中，她就是。等一下，来，哎呀，你知道我因为要看着说，对不对？你要躲去哪？你要躲去哪？朋友，这压力真的很大，不是调岗要来的哦。是吗？真的是客语。你是讲的河你看，你刚刚讲的中间有讲到脏话哦，中间有讲到脏话。然后，因为我为什么要过来，你知道吗？因为你眼睛太小了，我看不到你的鼻子。哎，你要干嘛？没有啦，其实是我远视啊，真的。我觉得听他一下他的心声，怎样？你真情告白，来，你不要发抖。你知道我多紧张，因为为什么？我真的很喜欢你。怎么说啊？是喜欢外表还是内在？是哪种喜欢？你真的很漂亮，就是那种麦穗的类型。我觉得可能不会过了。不是啦，哎，我拿电话，我拿电话头壳，我要领钱都要带回家了。不是啦，是真的。你不会，你真不会讹的，你应该说老衰啊，老衰。老碎也晒，白碎跟老碎差很多。就是你真的很碎，你本身就是一个又会唱歌，美人胚，对不对？对，美人胚子，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如果早晚一点投胎的话，我就可以，你也许就是你的老婆，对不对？你会是我的菜，你到底要几个啦？你已经就嫁2个了，你干嘛？我是说，他先铺垫一下嘛，假装。我们有84小你亿元12了，你应该小他大概24了嘛。对啦，只能往下吃，不能再往上吃。当然要往下吃啊，干嘛往上吃？往上的越来越，除非口袋很深就可以往上吃了。对，就爱看以为让你圆梦了，真的。我们让我们的偶像回去拿牌，好不好？看一下你有没有过关，有没有机会？哦。
在你上诉以后，卫冕者宝座，好不好？可以办法过关嘛？来，我们倒数哦。所以几位团合好冲的啦哦，好来，好，3、2、1，抢卡牌。差一点，我差一点以为你不能了，哎呦，全数过关。谢谢你，就真的他冲的啦。你想要团秀清姐充满该狗，充满该狗，充满该狗。姐，我们来唱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我们来唱《古井呀咪咪》，好不好？真的吗？啊，你要跟看着我含情脉脉哦。秀清姐的牌子要小心，你那个高度很容易往后砍，回得到吗？罗哥已经不太好用了，你不要小心他受伤。对，好啊，可以吗？古井呀咪咪，秀清姐有很多合唱的歌哎，她的歌太多合唱，你怎么会选这一首？而且这首也不是她的啊。对啊，因为我想说，就这个就跟人家看到我啊，就说，哎，你是我的偶像，我爸好喜欢你，你是蔡秋凤对不对？那现在不像了，这我可以作证。现在不像，就是这个道理。我前一阵才看到秋凤姐不像了，不像，真的。哦，真的吗？我以前瘦的时候跟她很像啊。哦，一样漂亮，一样漂亮。当然，对。是空间个好运。啊，这回来听这条古井呀咪咪啊，来古井呀咪咪啊，哎呦，来。有听别人伫咧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也是会来关心。飘飘的男儿，多情的玫瑰，为何受命运来送你？希望你唔通来失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人的花蕊。青春少年时，亲像目一年，只有在梦中在相见。小雨的暗暝，想古情也绵绵。有听别人伫咧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也是会来关心。飘飘的男儿，多情的玫瑰，为何受命运来送你？希望你唔通来失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人的花蕊，青春少年时，亲像目一年，只有在梦中在相见。想要安慰着你，不知你伫倒位。今夜
情也迷离。怎么怪怪的？没有，不对，再一次，是这样。过头了，哦，不好意思，镜头在前面要有气质。哦，气质，黑子的哦，黑子，哈，黑子，哎，冯世勋做一下表情控制好不好？冯世勋，你这样很像在长照哎，长照中。哎，我真的可以，我跟他在合唱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感受到他真的很爱我，很关爱长辈哦。哎，他很害羞，然后脸还红红的这样子。他本来就是有老灵魂呐。对啊，对啊，所以他对。真的啊，这位同学，我们是不用讲这样，我们这边呢很多老歌啊，你们这边怎样？关你们什么事？我们这边看啊，因为我们看着 monitor， 然后我们就知道，哎，天哪，这是音乐剧吗？对，还粉红泡泡哦，真的。你看秀清姐没有比冯世勋少哦，她刚少女的眼神这样。哦，真的假的？这么恶心哦！等播出一定敬请收看。欣娜阿姨，是你刚刚说音乐剧吗？因为你刚刚不是说音乐剧，没有走过来就变我有听得很清楚哦。他说来就变来，没关系，你们讲，反正我今天已经回了。好，你说，没关系啊，你说，从翻跟斗到现在。秀清姐。怎样？到现在，你说，哇，他真的很牺牲的，没关系，他以后封杀我们节目了。不会的，我喜欢被虐待。哦，秀清姐是 M 属性的，M 属性的。讲一下今天跟他合唱的感觉，你终于圆梦，讲评一下，我就觉得，怎样啊？那个一开口，你不得不被他带入，你知道吗？真的就会被他会被他进入，哎，好可怕哦！他就是要被他上下其手，这样进入。就是那个演戏的人也是一样，你如果碰到一个很会演戏的人，有没有？练手，你就会被他带着走。真的哦。本来你会被激起，你就不想哭的，你就会哭，就像刚刚一样啊，前面。我本来觉得是因为你还没有戏，可是真的就是当秀清姐很柔的看着你的时候，你就哎，我就说现在是戏来了是吧？你知道吗？我刚刚这两个人有戏了。我刚刚才用3分的功力，没有，不是唱了，唱歌我当然是10分，我是用那种感情，只有用3分，因为我用10分，我怕他爱上我怎么办？那就带走啊！这样他们家在南部也望族哎，哦，真的吗？我马西冰东啦。哎呀，长得帅，口袋也深啊。对呀，真的哦，你们家有地就对了。啊，有船吗？有。好，这个好，南部大地主。好了，我女儿，女儿也很优秀。我当你丈母娘 OK 吧？哦，一起来哦。他女儿跟他很像哦，也是脸大大的。你乱讲，他跟你长得很像，脸大吃四方哎。好了，哎，秀清姐可以啦哈，这位可以啦哈，这位真的。不是，没有，我刚刚在想一件事情，不能说啊。好，对，不要转台。没关系，你说我们把它剪掉就好。你想到什么了？快点啦！不要，快点啦！没有想说，如果他当我女婿，可能我会睡在我女儿跟他的中间。那孩子出来是要叫妈还是叫奶奶呢？哎，真的有这种？没有，只有女儿没怀孕，妈妈怀孕了。哇，那就厉害了。对呀。好了，哎呦，真的很棒的书了，你也圆梦了，对不对？真的圆梦，真的。哎，跟秀清姐，对不对？谢谢，一生值得了。你回去会不会做噩梦？不会，梦到有一颗痣的，不能点掉啊。然后追名林琴啊，老来志哦。对了，如果有一天你看我这颗痣啊，掉了，就变观世音了，观音菩萨，变娘娘这样。好了，先下去啊，好不好？下面还有一组，好不好？好，来，这太棒了。还有一组，我觉得也是不用听啦。啊，我没有太期待。我看他怎么呛你，来，下面一位。好，来，下面一位，好好说话哈。给我听清楚了，大象女神。我在听哦。听
听你的歌声，好像还可以啦。但我今天就是要来让你见识看看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哎呀，我今天要踢馆的对象就是小康老师，请下音效。泡芙阿姨，齐娜。哦，哎呦，哎，还没叫你呢。这一集真的是拼了！哇，心宇，王心宇，心宇，你今天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是谁？我在哪？你们这些制作单位，你们给我记！可恶哎！真的，你敢挑战他？我不敢啊！他们就叫我来啊！哦，来，我有选择吗？看你笑话就对了。对啊，我们可能你知道我们那个牌子有蓝的一面跟红的一面嘛？对。蓝的一面就没有过关了，他可能是今天唯一不过关的，是不是？没有关系，有可能唯一没办法跟你合唱的。哎，有可能啊。对，看你就不能同情我吗？我是觉得我累。哦，你累了是不是？没有特别想要唱歌，哦，你不要唱太好，好不好？好。哦，你那唱哪一首哎？黑毛？哎，哪一条歌哎？我将要唱吉娜姐很红的一首歌，叫做。大象，大象，大象，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妈妈说鼻子长才是漂亮。谢谢，来，请很多让 A 项做结尾，好不好啊？谢谢。来，大家请帮我把蓝牌举起来。来，你那边请好不好？结束，我跟你好，谢谢哦。没了，还有啦，真的。到底要唱什么啦 ？Count on you, count on me, count on you, count on you， 听我来唱一下。行上行下，坐定起定，用慢度唔错。每次都只能跟在音乐里面的吉娜唱，你真的要累死我！高音来冲，大音来冲，好过瘾。Oh baby, count on you， 去为爱用来等你 ，count on you。不过经过几个时间，行一步两步行到路的尽头，跟你所谓你相扶走盼。Oh baby, count on you, count on you, on you。你还爱一生给怕。 你是上严格，又算是有挑事唔讲法，唔讲唔管都懂嘛嘅事情，天使总冇办法，总可必定爱嘅顺风，鼓励总可以情太伤，也很爱生命嘅力量。 Count on me, count on me, on me. And the haze and get high, singing a beat. Oh yeah, yeah. 盛世代听到就老。哒哒哒哒哒I get it. I said, count on me.
歌甜。哇！哎，罗哥唱歌这完全盲目哎！你今天把这首歌什么意思？什么盲目？对啊，他就是戴着粉红色眼镜啊，在看星宇啊。哦，真的。滤镜有滤镜啊，真的，你真是拿出你所有毕生的那种经历。吃奶的滤镜。而且罗哥，你看一下这滤镜，他们花色其实一样。哎呦，真的。哇塞，哲伟哥，你要挂眼科嘞？这花色一样吗？没有啊，就是因为身材不一样，就会称名。她是师姐，我是欧美名模，你不要这样。连唱歌也要穿一样的衣服。哎，这是一个默契。哦，真的哈。你现在想要过关是不是？哦，非常想。我跟你讲，你今天觉得他唱的怎么样？哎，我知道公司采访，你偷两条歌应该有强度。哎，因为两条歌虽然讲还慢的歌，也唔讲冇简单。我觉得以他的能力来讲，算唱得很好。哦，能力来讲算唱得很好。真的。你唱拍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 rush？ 就是有点赶，是不是？因为可能我的心跳很快。哦，我跟你讲，他比他理由很多啦，他比冯世军还紧张，他理由很多。对啊，不是紧张是一定的嘛，可是就是你会觉得赶不到那个拍子嘛，因为加这首歌不好唱，就是那个 beat 很重要嘛。那个本来就是他的特色。顾颂啊，就对了，他喜欢 rush 一点。对啊，我们喜欢 on beat， 他喜欢 rush。OK 哦，我们以后啊1周的啦。对，我觉得其实不错。拜托给我一个机会，来啊！我真的很想跟我的偶像唱歌。我是你的偶像吗？你一直都是我的偶像，是吗？我唱了你那么多首歌，我在这边闹热唱很多首，你也让我开心很多次，实在。而且我让大家听到吉娜姐的，就是其他没有唱过的歌。哎，真的。对啊，你知道康康有我自己唱过哎，真的。你上次可以唱《把灯关上》吗？那更难。对啊，因为我真的已经把我纯粹想看个笑话而已啊，唱完了，你知道吗？其他都是我觉得很难，真的非常难。你敢挑战他，真的是。哎，我是菜发啦，不，对啊。我给你个鼓励，好不好？我们3、2、1一起了哈！3、2、1，过关了，值得嘉许。我今天最担心的就是你。我也非常担心我自己啊！我今天真的最担心的就是他，真的有什么好担心？他令我另眼相看。但罗哥，你刚刚跟我讲不是这样哦。我讲什么？你刚刚的圈颜值占比较多。对，你一上来就说他颜值在线，对不对？歌唱本来就是有歌唱音色技巧，对，就像吃东西要色香味嘛。对啊，他至少要先看得舒服嘛，唱的怎么样再说嘛，是不是？好，那你们今天2个人合唱嘛该搞。哎呀，天事情！哎呀，天事情！啥嘞？还记嘞？好，看来，弹看啦，弹看啦。唱下来啊！条歌要唱歌嘛？一件事情，很用半音，快死给爱，一件事情，很用半音，快死给可能很久的斑驳的心跳，可能很慢的撒给母猪，难题。可能就归你开始闹偏偏，可能就归你自问自答，爱唔的，爱，一样的事情，上个三个都总得，爱，一件事情，都在很爱不甜。繼續下去，不用假撒，個愛要繼續下去，不用假撒，叫愛吧。個愛要繼續下去，不用假撒，個愛要繼續下去，不用假撒，叫愛吧。快來，左邊右邊，左邊右邊。
海，我勇敢撒，我勇继续海，我勇敢撒，航上航下，错定起点，勇慢都唔错。高音爱冲大音爱冲，好过瘾！真的没有啊，是我们比较累。对，真的，我们从我们半路啊，真的太嗨了，太嗨了，有如演唱会，小巨蛋演唱会，屌吧？而且我发现太厉害了。对啊，我们客家界的金曲歌后，你看，你真的看不出来这么会唱哎，看得出来吧？你只会重视我的才貌而已。对，你只重视到貌。不是，我本来就知道你超会唱，可是我太久没机会听到你唱 live，因为你的 live 真的是数一说，对对对。然后这首歌真的是你选的吗？对我挑战过，他有唱过，哦，但是他上次挑战的时候是降了很多 key 啊。那用港傻的时候，他自己傻吗？哈，他自己用港傻。对，没有呀，这超逼人的，好吧？对，你知道那一次录大概录了5次吧？我跟你讲，我刚刚看到他们2个的表演啊，我发现你都看不到星宇是不是？等一下，你们要不要一起过来？哦，就集合。我们摄影大哥很难抓。对不起，来，不是，对不起，不是，我看他哈，整场下来，他刚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好闲哦。对，没有啦，我还是很闲，在旁边。还有有啦，还有唱，真的很像在看表演的感觉。你就是在对嘴。我们刚在旁边的感受嘛，你听一下心语今天的感想，好吧？哦，我真的圆梦了，因为好好说话，这是什么？我替你分担了这么困难的部分。真的对，因为吉娜姐真的是偶像，我没有骗你，就来参加比赛，我真的才发了。我的歌单几乎都是吉娜姐的歌，然后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跟她合唱。因为 TVB 好朋友还找微欣赏，这位老师就推坑给他，他就害他。对，没有每唱一次我可以赚250块。真的是不愧是客家界的碧蓝。哇，我真的是太佩服了。我有荣幸跟他一起主持节目，这真的是对啊，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对。我不要这样跟罗哥讲话，不要这样。真的，牛哥刚刚私底下给你耳朵盖大剂，真的。你一唱歌的时候多迷人，你知道吗？真的，不唱歌，所以你要一直唱歌。我觉得闭上眼睛，他唱歌很有黑人的 feel。对，你真的让我想到那个，我们刚刚不是讲 DCT， 他们现在办那个每一年都会办那个园游会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叫吴诺西马林。哦，虽然他也是就是比较大只，但是他的你知道他贝斯啊，就是所有大只的贝斯就是比较强啊。所有这种就是像这样的人，维持这样的人，永远一生唱不出来。对，真的哎。但是对你的痛控制的太好了，而且很认真当评审老师。你知道他真的唱歌很赞，很棒。没有，我实在太有 feel 了，就是他这个不要再打我。等一下。让我讲。哦，你要讲哈，你先讲，你等下帮我们讲报名专线好不好？秀婷姐，不是，我要讲一个重点，刚刚讲的都废话。你知道他最让我佩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要转台，不要转台。我跟你讲，他厉害的，他唱歌真自在。 自在，他没有把悠游自在，对，行云流水，他没有把任何人当一回事，他就是 No.1。对对。这样，我的胸高。哎，他真的很厉害啊！他就是那样，对，已经这样这很重要。等一下，甘拜下风。刚有人在是不是？对，等一下，还谁哦？挑战者是他，我为什么一直在欧露他？所以刚不是在欧露我，是不是？哦，不是，我要讲话的，白想了一下。今天是我自己 solo 完这首歌吗？你不是你不好，你非常棒，你非常的优秀。遇到了太强的，因为他太强了，他已经是全台湾最强的了。真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组合。哎，是今后搞周的同前 B 黑 B 案友，我们交流。有可以说真的，我们这一段本来大概就是要录个一半哈。我们节目2个小时嘛，我们剪成2集对啊，应该就大概1个小时播出这样时间，但是我们已经录了2个多小时，所以你看从。 开头录到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报结尾了，尾声，真的这样子啊？对啊，就一集把它播出掉。不觉得？对啊，真的哦。我这个观众的福分呐，真的福气啊，他给他福气啊，真的谢谢你们，谢谢，真的，什么高丽欣赏，感谢秀清姐，那我们下次小飘阿姨，我们下次要加钱哦。没有问题，加钱是不是？秀清姐没有问题，没有下次了。谢谢。 谢谢大家，开玩笑的，来，欢迎！哇，今天真的懂翻译，观众朋友们看到非常的翻译，非常闹热啦哈。好宠各位朋友，接下来报名。打电话来66667让6等台几个打电话，看节目哦。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什么大家？还没有多谢，哎呀，什么？高丽欣赏，赵丽欣赏，林小培老师，张秀清、秀清姐，心宇、安志生，是孟小飘老师。 还有恐龙，还有世军，还有世军，还有一文，安子生，还有严重的工作人员，安子生辛苦嘞。好了，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天都准时吃饭呢。老年大旅团，老年穷哈来，再见，拜拜。 左耳的吹，还反骨的话，或者就剪去那残损的发，洪水中玩耍他不熄的火光。Mother Earth is burning up， 咕咕咕咕唱着悲伤，白鸽只想飞出肮脏的网呀，哎呀，惊慌的乌鸦。 错身正直，又能逃去哪？在火堆前跳舞，在火堆前跳舞，系上同样的步伐。我们快乐的跳舞，我们用力的跳舞。Great worry not， 在火堆前跳舞，在火堆前跳舞，系上同样的步伐。 跳舞，我们用力的跳舞 ，Great worry not。要更多武器，还是更多勇气？或者无视桑伯格的忧虑，枯干的河流，冰川的融化，我心不会是我家。咕咕咕咕唱着悲伤，白鸽只想飞出肮脏的网呀，哎呀，惊慌的乌鸦。 错身正直，又能逃去哪？在火堆前跳舞。
前跳舞，只上同样的步伐。我们快乐的跳舞，我们用力的跳舞。Great time, let's worry now.